什麼是藝術？杜象噴泉。今天要向大家介紹一件非常特別的藝術品。雖然它如今已不復存在，但其影響力卻極為深遠，甚至被譽為現代藝術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。2004年，經過500位重量級藝術家的投票，這件作品被評選為對20世紀影響最大的藝術作品，其地位甚至超越了畢加索的名作《亞維農的少女》。那麼，這件作品究竟是什麼呢？令人驚訝的是，它其實只是一個普通的尿兜，一個大家在男廁中隨處可見的簡單物品。這個尿兜外觀平凡，功能也比現代許多商場的尿兜更為簡單，設計毫無特別之處。但它為何能成為當代藝術中如此重要的代表作呢？答案在於它徹底顛覆了人們對藝術品的傳統認知，打破了藝術的界限。這件作品正是由馬塞爾杜象 Marcel Duchamp 創作的噴泉。美國獨立藝術家協會定期舉辦藝術展覽，邀請藝術家提交創作並公開展出，借此提升作品的曝光度。該協會的一大特色是對藝術品不設任何限制，給予創作者極大的自由。然而，1917年，藝術家杜象向協會提交了一件看似平凡的尿兜，並在尿兜旁用黑色油漆簽上 R.Mud 1917。協會卻以作品含有不道德及不雅元素為由拒絕展出，這正中杜象下懷，因為他的創作目的正是揭露所謂專業藝術評審的虛偽與刻板文化。杜象主張藝術應服務於思想，而非僅僅滿足觀眾的視覺享受，這也成為觀念藝術的起源。傳統藝術強調技巧、原創性與美感，杜象認為這些刻板印象限制了藝術家的自由創作。他認為一件藝術品是否值得欣賞，不在於其美麗與創作過程，而在於藝術家如何透過作品引發大眾對某些議題的關注。藝術家透過作品刺激觀者的感官，傳達思想與理念，達成此目的的作品即為出色之作。從這角度看，杜象的噴泉雖然只是一個普通的尿兜，卻已達到藝術品的高度標準。這件原作在展出不久後便神秘消失，雖然如今已成為當代最重要的藝術品之一，但真跡早已失傳。現今展覽中看到的多為複製品，杜象讓作品悄然消失，反而增添了其神秘感與稀有性，也激起更多討論。事實上，杜象挑戰傳統藝術評審的態度值得深思。隨住時間推移，社會往往形成固有規則，少有人願意打破。因為許多在該領域成功者正是依靠這些框架獲益，也就是所謂的既得利益者。因此，當有人提出新觀點，挑戰既有框架時，往往遭到群起攻擊。評價並非基於作品本身的優劣，而是因為新事物威脅了既有地位與利益。這種排斥對行業發展並無益處。早在200多年前的法國，官方設有沙龍評選藝術作品，入選者可在官方場所展出，獲得認證的藝術家往往名利雙收。然而，1863年，一群未能入選官方沙龍的藝術家發起抗議，認為自己的作品理應被接受，對落選感到極度憤怒。這些作品多超越當時傳統的設計與創作風格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著名畫家馬奈的《草地上的午餐》。該畫描繪一位全裸女子與身穿西裝的男子在公園野餐，這種場景在現實中難以想象，但藝術家作為創造者，能依照自身理念創作，只要能表達意圖即為成功。馬奈及其支持者視此作為優秀作品，卻在官方沙龍遭拒，令他們失望憤怒。最終，當時的統治者拿破崙3世介入，於官方沙龍旁設立落選者沙龍，讓這些失意藝術家得以展出作品。令人驚喜的是，這反而為他們開闢了新天地，吸引更多觀眾前往觀賞。馬奈憑借其獨特畫風，開創了現代藝術的先河。總結來說，藝術的發展並非沿住直線前進。有人曾說，藝術是那些沒有實際用途的產物，因為一旦具備了實用功能，它們便成為工具而非藝術品。正如杜象的噴泉，一個看似平凡的尿兜，原本的用途是安裝在男廁，供男性使用。但當杜象將它轉化為藝術品時，它便失去了原本的功能。
成為一件引發觀眾思考的作品。藝術可以天馬行空，沒有終點，只有不斷的突破與創新。藝術也沒有明確的界限，我們無法斷言某些作品就不是藝術。未來，筆者將與大家分享更多挑戰傳統的藝術作品，帶領大家開拓視野、拓展思維。